我身後呢個發展商真係夠細卷啊！而家9000幾蚊嘅單價就可以喺深圳4公里外買到一個實用率超過100%嘅單位喎。咁同時佢樓下就有公交車直達沙田地鐵口添啊，通勤夠細方便。今日帶大家睇翻一個國企嘅熱門大盤華發置地城，同時而家加推嘅57座樓王單位，位置更加好，戶型更多選擇添啊！嚟睇87平方3房嘅單位，入門右手邊就送咗個9.7平方間房啦。咁原先發展商呢邊1期同埋2期係要搭板5萬蚊嘅，而家免費送啊！咁側邊咧就屬於廚房加埋呢個倒台設計嘅用餐區啦，我覺得係好舒服嘅。咁原先嘅話佢都係屬於個推拉門形式嘅，咁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喜好作為一個改造啊。客廳同埋餐廳嘅開間同闊係3.7米嘅，80幾平方呢種開間係好少見㗎。咁同時佢帶埋全部嘅精裝修嘅。咁客廳出去係南向嘅陽台啦，可以擺翻個洗衣機同埋晾衫嘅。再睇翻個休息區啦，嗱工位呢邊佢係做咗一個完全嘅乾濕分離嘅，咁衞浴食肆呢邊咧全部都係發展商做好晒嘅。隔離咧屬於個陽台房，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嚟使用。咁主人房就屬於個套間設計嚟㗎啦，隱私性咧會更加好。咁休息區呢邊嘅話，可以擺翻個2米大床嘅喎，空間夠晒闊落啊！咁成個單位嚟講，佢加埋送咗15.6個平方㗎，實用率超過100%啊！咁而家月供3000蚊就可以搞掂啦。項目嘅位置好好啊！咁距離深圳坪山睇過係4公里嘅，地鐵14號線咧就5公里啦。咁我哋門口就有公交車直駁到我哋地鐵14號線㗎啦。咁同時我哋而家揸車啊，50分鐘就可以到福田嘅位置㗎啦。咁小區項目咧就北向同埋東向分別係萬達商圈啦，以及就我淡水老城區嘅商圈嘅。咁我個配套咧，成個小區佔地係40萬平方嘅，分4期開發。目前咧1期同埋2期已經係入咗伙㗎啦，賣緊係3期嘅產品，都係由國企華發發展開發嘅，夠晒檔次啊！小區入面咧由幼稚園到初中啦，方便我哋家長係接送我哋細蚊仔嘅。咁佢而家目前規劃嘅一個商業體啦，同埋菜市場暫時仲未開，但係咧佢樓下嘅底商啊，多數都已經開咗㗎啦。缺點嚟講啦，就係佢會有一個高鐵線路係會從中間穿過嘅。就算佢做咗鋼造啦，同埋3層隔音玻璃啊，打開窗嚟講話都係有少少噪音嘅。咁建議大家揀翻一個離高鐵線路遠翻少少嘅單位。咁我哋而家賣緊嘅57座樓王位置就啱啱好啦，距離會遠少少，同埋咧佢景觀會更加靚啲嘅。咁目前佢賣價格係9000零蚊帶裝修嘅，以及我哋而家呢邊仲有少部分係送家私嘅名額啊。咁如果你對呢個項目係有興趣嘅，可以約上阿輝一齊睇睇。